继续来看这个囡仔吼，若要生下悬、生下臃肿，除了充足的营养之外，困眠的时间其实才是上界关键的。医生讲，深夜11点到1点，以及透早5点到7点，是生长激素的分泌上界旺盛的时阵。这两个时间一定要互囡仔困。啊，若囡仔的身悬到底会当称到偌悬呢？即摆讲有一个公式，用爸爸妈妈的身悬来低算算的，就会知哦。咱做伙来看。开始脱了，对。除了用脑部量身悬，各公式会当算个物影。听讲将爸母的身悬加起来拄哩，查甫的加5.5公分，查某的是减5.5公分。但是爸母和囡仔身悬，到底敢有准？咱来试验看卖。民众的老爸174公分，老母161公分，加起来拄哩，各减5.5公分，算出162公分。好神奇哦！是平均值吧，差不多。民众一个条件够准哦，另外一个民众嘛来做实验，爸母平均160，上加独立，各减5.5公分，得155公分，结果说敢若正差真济。我应该要155啦，但我161，不准，因为我姐166。身悬唔来种着，想要一暝大一寸，大较早困的。一般来讲，3岁囡仔逐年爱抽7公分，4岁逐年抽6公分，5岁以上逐年应该抽悬5公分。想要逐年抽悬，大较早困，半暝11点到1点，下晝5点到7点是生长激素提悬的时间点。那2个阶段要好好睡觉，因为他好像在睡觉那个时候会特别高起来。其实所有的运动都有帮忙，不一定要跳绳啊。可能很多人以为说跳一直往上跳就会一直往上涨，其实那是我们自己的想法。其实能运动，小朋友能够最好每天都活动啊。除了困到饱眠加运动，医生嘛提醒家长，莫互囡仔食烧油含加工食品的物件，尤其食烧甜嘛较抽袂悬，若抽袂悬，佫可能会变大颗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